今年嘅第12個風暴會喺中秋前夕影響香港，我哋會同大家分析下佢未來嘅路徑同埋強度嘅變數，以及3號風球機會。由衛星雲圖可以見到，風暴嘅結構喺今日明顯改善，已經發展出良好嘅螺旋雲帶以及低層環流中心。受惠於低嘅垂直風切以及良好嘅雙向流出下，風暴會一直穩定增強。天文台亦都喺天氣隨筆中指出，風暴會正避開華加沙同埋博羅伊造成嘅冷水區，唔排除喺南海增強至強颱風甚至超強颱風級別。喺路徑方面，風暴會持續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動，唔排除橫過呂宋嘅時候會出現短暫偏西嘅路徑。當佢進入南海之後，副熱帶高壓脊有機會延伸到風暴嘅東面，令佢嘅北向量增加。由於大氣形勢比較穩定，風暴有較大機會喺香港300公里左右掠過，隨後喺湛江或者海南島東北角登陸。而我哋最新評估，天文台發出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係中等至高。由於風暴嘅路徑變數唔算大，加上佢最接近香港嘅時候，香港會吹屏蔽較細嘅東南風，就算長期吹乾風，香港廣泛吹強風嘅機會仍然好高。而部分電腦模式更加預料，風暴嘅烈風區會頗為接近珠江口。香港會唔會掛8號波，就仍然需要視乎風暴嘅結構以及掠港嘅距離。現階段評估仍然係言之尚早。喺風雨影響時間方面，由於風暴嘅環流唔算太大，星期六天氣先會開始轉差。星期六稍後到星期日，普遍地區會吹強風，離岸高地間中吹烈風，唔排除有上調空間。由於風暴喺南海北部有機會俾乾空氣入侵，佢為香港帶嚟嘅雨量唔會太多，只係會有間歇嘅狂風驟雨，因此未必會影響到香港中秋賞月。大家亦都要留意，由於週末係適逢天文大潮，如果風暴嘅強度較高同埋較接近香港，低窪地區有機會出現水浸，住喺沿海嘅居民就要密切留意啦。我哋都會喺未來幾日同大家跟進住風暴動向，以及發布最新嘅風球概率評估。再會。